大家好，科大訊飛係我哋國家官方普通話水平測試嘅服務提供者同埋技術支持。為咗幫助提高香港普通話教學嘅水平，科大訊飛特別研製香港版普通話輔助教育軟件暢講普通話。呢個軟件包含教師端同埋學生端，利用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同款嘅測評引擎，不但能夠幫助學生提高水平，更加協助老師管理教學。我哋有4個特點。第一，自主功課，老師自主安排學生課後功課，可以按字詞、句子，又或者整篇文字都得。第二，官方評分，評測引擎同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 PSE 官方同源。第三，學生端支持即練即知分數，可以回聽錄音，精準定位錯誤，立即糾正改善。第四，系統幫助老師綜合學生功課情況，再進行分析，幫助老師跟進。除咗課堂上嘅功課，學生端應用程式仲提供好多學好普通話嘅資源，例如學拼音、練習單字、詞語或者短文，仲有大量嘅古詩詞、成語、文言文同埋現代文章嘅資源可以做練習。我哋仲提供 PSE 短文練習，同隨時可以參加模擬普通話水平測試，立即得到預期嘅結果。而家我哋提供一輪免費試用俾全港所有中學同小學，有興趣嘅學校可以聯絡我哋，安排你哋同學生嘅專屬戶口。